要么些能不能被脚踏车的话，要被你瑞虎8普罗一张等配你制作嘎。做客户的话，那要通过让路被快手找到那个，然后呢，还人家外甥里头就挑订车了。人家可能话很感动，很感谢哥哥的信任嘎。哎呀，被西七路盘的一路村民委，然后看一路绕的嘎。然后呢，虽然只要不到面子广嘛，还是都要猛嘛嘎。然后就没很多的信任感嘛。然后又要一路村民委员就更多的信任。一方面嘛来脚上要为你车能给那是没得很容嘎。那个开起火车的话，抵了100万之后，验车还没那么自在嘛，就上上干路就合作了，够1万多就办他手续了，嘎。所以还你车火如果自在嘛，嘎，多很难就可能都抵了子。如果只自在了嘛，最最终100万，嘎，还是很滑稽的。人家非常话还是做北多哥哥那个被你了啊，对你了那位还没还你了那位还叫有意怕你能长还好啊，我觉得还是。缘分，人家跟的话祝福的哥哥你老那个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工作顺利。想目前给你们话，多很找我啦。